你成日啲嘢亂咁擺又唔執，好心你幫手執下嘢，幫手清潔啦。你唔想執咪由得佢咯，唔好成日喺度囉囉嗦嗦，做完又喺度埋怨。你唔好亂擺，我咪唔使咁多嘢做咯。我幫你做，你仲話我？呢個情景係咪有啲似曾相識呢？其實夫婦同住嘅情侶好多時會因為日常生活嘅小事而引起衝突。衝突就係無可避免嘅，如果衝突冇好好處理，會慢慢演化成對方嘅行為、習慣、態度嘅不滿。呢啲嘅不滿同埋憤怒嘅情緒可能會慢慢升級，日積月累底下會令雙方嘅關係緊張，繼而破裂。如果處理得妥當，衝突能夠令到事情變得更加好。衝突可以令到我哋發現問題所在，當我哋正視問題，諗下唔同嘅解決方法，可以令到問題更加容易解決。咁樣唔單止可以提升到我哋解決問題嘅能力，同時亦都可以增加彼此嘅溝通。咁點樣先可以妥善咁樣處理衝突呢？衝突會引起唔同嘅情緒，尤其係憤怒。要拆解衝突，其實要先整理自己憤怒嘅情緒同埋想法。而呢一集我哋會集中傾下點樣處理憤怒，下一集我哋就會分析衝突背後嘅諗法。憤怒係當我哋感覺到被攻擊、欺負、面對唔公平對待時候產生嘅一種情緒。如果憤怒未能夠好好處理，咁佢就會升級，由一把火升到2把火，甚至3把火，對事情、人際關係都有負面嘅影響。嗱，我哋睇翻頭先嘅情景，當太太睇到屋企好亂，其實已經有啲嬲啦。一把火嘅時候，我哋會感覺到身體嘅變化，例如心跳同埋呼吸加速，面紅耳赤。我哋開始會用凌厲嘅眼神望住對方。太太會將佢嘅憤怒轉化成為批評丈夫嘅習慣，同埋要求幫手。兩把火嘅時候，我哋嘅憤怒會開始向外展現出嚟，例如我哋會緊握拳頭、大聲講、叉腰、指罵對方、態度激動，甚至乎想出手打對方添。而丈夫亦都會不滿太太嘅說話，批評太太嘅態度。丈夫嘅態度同埋說話令太太嘅憤怒升級。如果雙方繼續爭拗，憤怒就會升到3把火。3把火嘅時候，我哋嘅憤怒就會好似火山咁樣爆發。我哋會拍台大鬧啦，甚至乎會有兩敗俱傷、玉石俱焚嘅想法。要避免憤怒升級，我哋要察覺自己嘅身體反應。當留意到身體嘅反應同埋憤怒嘅情緒，我哋要提醒自己揾方法冷靜落嚟先。例如離開現場、飲水、深呼吸，令心跳、呼吸、體溫回復正常。我哋亦可以做一啲分散注意力嘅行為或者活動，例如聽歌、瀏覽輕鬆減壓嘅網頁或者視頻，避免自己嘅憤怒升級。當感覺到自己已經冷靜到落嚟嘅時候，嘗試了解自己憤怒背後嘅原因，提醒自己憤怒可能會帶嚟一啲負面嘅影響，同埋諗下點樣解決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若果我哋唔好好處理，衝突嘅火苗就會慢慢變成大火，到時難以收拾啊！憤怒為我哋提供信號，提醒我哋要正視事件，有效咁樣表達憤怒，對我哋嚟講係起咗一個保護嘅作用。所以我哋唔係要避免憤怒，而係要學習面對憤怒。下集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衝突背後嘅想法，又睇下喺處理好憤怒嘅情緒，了解自己對衝突事件嘅睇法之後，同一件事我哋嘅回應會有咩唔同啦。